的风吹散，白色的花间犹原搁栽伫遐。同款，早着迄阵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，异乡的囡仔，不问伊的身影。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。了苦寒，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你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。如果你要这首歌呢，希望我常讲的，每天呢都打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跟他们报个平安，聊聊天，好吗？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了较早，你拢是坐伫遮，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不问伊的身影。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有一份亏欠，藏伫心肝，你是不是？你故乡等待我，已经离开了苦寒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牵着我豆豆仔行。你是不是会伫故乡等待我？我已经离开了苦寒。思念的声，像思念牵挂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感谢你，一直将我惜命命。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看着我的名。谢谢红香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来，给我们许富凯一个尖叫声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讲要安排一段去参加小主角啊，小主角，嘿，大家好，小主角我跟你访问一下吼。是安怎？你若无爱出一本你家己的册，啊是安怎？你敢是讲伫内底安尼写？伫咧迄个孟婆客栈内底拢安？是甲大家介绍一下，小主角这个角色伫并无刻在内底，伊是文书的，文书的吼。伊主要是咧讲到就是讲吼，
炎王殿，炎老王大家拢知影嘛？炎王殿公门来往，啊，还有客栈，所有的效果拢是小姐甲你处理。哇，那你身怀巨款哦哈！希望我的人生也是可以这样子。各位，我们都知道徐富凯哈，最近这几年真的非常厉害，尤其今年，我终于可以称呼你一声金曲歌王了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哇，掌声来一下！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，对不对？那以前哈，只要主持人跟我说欢迎金曲歌王许富凯，我在后台我就想说。入围啊，入围就是肯定啊。对，但是还是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人家这样子讲我，但我一做钱也都没拿到。是，但是很谢谢大家的集气，在今年终于获得我的人生第一座金曲奖，掌声来一下，感谢大家。今年第一座，每一年都得一座，到你大概80岁的时候，请问可以得几座？加40-50座。加那个终身成就奖的话，你连终身成就奖都想好了。哎，不过也不错，这是个目标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对，听说除了这个孟婆客栈之外，哈，是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该能盖啊，这盖比赛都盖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都伫咧下礼拜，对不对？下礼拜啦，哈，是什么款的活动？诗歌演唱会。对啊，暗时7点的台北小巨蛋。一样跟金曲奖一样，是都是第一次要登上台北小巨蛋我的个人的演唱会。是，对，这个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再加上可能这个有影响，所以就变成说连了2次。但是听说下个礼拜呢，他也准备好浑身解数18般武艺跟大家来见面了。准备了很多歌，很多的歌。刚刚景纯老师还在问我说，你演唱会到底唱几首歌？哎呦，是30首吗？我说没有40几首。40几首，差多少？现场有没有买演唱会门票的朋友？谢谢。他跟他掏钱后边嘞，不要紧，起码拿个规定，剩下我今天上网查，剩下5张票而已。5张票我怎么都不知道？真的，因为我都帮你查好，因为我自己我给你毛费啊，对不对？但阿国真的很挺我，是。对，所以我今天也要祝福他，就是新婚愉快。他最近才刚去公证，不是热情的掌声一下。我目前没有要讲新婚，我幕后再讲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目前我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我单身，好不好？我要跟你老婆说，不要，你高过，这是那我们大家呢？好，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跟大家宣传一下，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要呈现？刚刚那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，最新的。对，那接下来就是希望明年可以再自己出自己的唱片。对，第10张，因为我今年是第10年出道第10年，所以叫10歌。对，那希望明年还是有新的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戏剧上也有一些想法，也想跟大家。你看，那么会唱歌，会主持主持电视节目，然后又会演戏，之后要怎么样广播主持，对不对？广播我一直很想做。好，那你有空来上我的 podcast 来。好，热情掌声给徐富凯，尖叫在哪里？接下来带来什么歌曲？我觉得一路走来有很多朋友的陪伴嘛。那我讲家己我其实不是一个足巧的啦，我无啥物自信，不过天公伯真正足照顾我，足保庇的。所以呢，我今仔想讲带来第3首歌，这首歌叫做《天公疼憨人》。来，拍，天公疼憨人。